通常市面上呢啲一開幾啊唔同頭嘅充電線咧係過唔到 data 噶。不過手上呢條 4C0 就唔同啦，佢其中呢條黑色嘅 Type C 插頭線咧係可以支援到 QC 3.0嘅 data 傳輸嘅。咁而除咗黑色之外咧，另外有3個頭啦，一個 Type C， 一個 Lightning， 同埋一個而家市面上少啲見到嘅 Micro USB。咁其實 Micro USB 咧都仲有唔少電子產品係用緊嘅，所以呢條線咧刻意保留一個 Micro USB 喺度。咁呢3個插頭咧可以同時支援3個設備充電嘅，最大嘅輸出咧係有 5V3A 嘅。外殼使用咗鋁合金啦，非常之堅硬啦，而線皮咧亦都係用嗰啲咧防撕裂嘅尼龍啊。有時啲線咧用得耐咧咪爆開咗，又唔好睇又唔安全啦。咁用呢啲尼龍咧就唔會啦。如果你需要一條堅硬又可以用 Type C 過 data， 仲要咧可以充到其他唔同插頭嘅充電設備嘅話咧，咁呢條 4C0 咧就會適合你啦。XPower 嘅充電線都有180日啊，一換一半年保養服務嘅。仲有購買任何 X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啊做翻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啦，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啦。詳情可以向 XPower 客服查詢嘅。